三。那这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今仔日主日三甲主日是上帝定义来敬拜我的主。咱即时来团圆信息，咱先来看47首。我的上帝，我的君王。这首诗歌咱真熟啊，就是有几字吼，咱爱注意。等一下咱吟的时阵，我甲咱讲吼。 Thank you.
好，来，咱这里来吟第一站，来。我的兄弟，我的共同，你将我的灵魂注重，不要我尽管尽管，为他成功，不为我。第二站，来。有这个所在吼，你的原力安怎？哦，四过毋是四跪啦吼，我捌听有人唱四跪吼，四跪吼，这要注意。好，这后面这吼，尊贵因公为阳安怎？毋是不会，是袂会，袂会，这咱常常拢会唔对去，唱唔对去，这个所在吼，第二节特别是第二节，好，第三节，来，咱先来看第三节。你的公义原理为什么？为大为大为大好，再来，我要讲起，互人拢知。伊要保养处理什么运？大运、伟大甲大运这爱注意唱歌学乐、明日安怎敬尊。好，来第四节，咱做伙来吟。第四节，你会，来，你有恩惠多怜悯，我快想起主啊有情，是我一切事无中，平心感谢。以上，来，咱来看另外一首470首。470首是日底顶耶稣受钉死。心灵的定呀，是纯的心，老子会写他最清贫，一路到我手中红的家，黑的黑黑呀，黑的黑黑呀，黑的黑黑呀，一路到我。最后一句，第一节第一段的最后，来因更伊的名，因更伊的名，迄个第一句因更伊的名吼，因更伊的，等共款哦吼，毋是因更伊的再吼，拄则有听到有人唱因更伊的，这是共款，因更伊的名吼，有附点，因更伊的名吼，这要注意，这咱常常拢会唱唔对去，这一点咱吼，家己。好，那就为这唱一遍吼，副歌呀，预备，来，因更伊的名，预备，来，因更伊的名，接着来，因更伊的名，因我最想回家名，第三节，来，
最后一句嘛要注意吼，有附点吼。叮咚你的名，吼，这拢要注意。吼，这首诗歌真侪附点，吼，真侪附点，咱小用心来唱，吼，用心来唱。好，以上咱今仔日咱的时光到这，备办心，准备今仔日的礼拜。伫咧内心，咱先将咱的手机关机，准备先今仔日早起来敬拜。请咱先安静1分钟。因为咱的交战，毋是抵得客气的，就是抵得才会办证书的，才会掌权的，甲即个暗示才会君王，以及天中派的神位。咱即马来用圣诗47首，我的上帝，我的君王，请咱起立来用全首。主要我
愿听伫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天路玛利亚出世，以温州1粒多年来上好，定时的死来做录音簿。第3日，伫死人中国外就医，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免为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我公道的教会。信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过患，永远的大命。阿门。请坐。咱即马来体应文第26篇，体应文第26篇也是诗篇121篇，咱三甲来体应。我要夜目向山。我的帮助是对耶和华来，伊无要互你的脚摇颤，保守你的是耶和华。日时太阳无伤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咱三甲压头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阮感谢你。当有的教会，搁伫筹备因的建堂基金，也是搁伫派贷款负责的时。阮教会却会使伫1楼礼拜堂整修的时无受影响，通伫遮尔舒适的3楼礼拜堂敬拜上帝，这是我年有福气的代志。总是主啊，阮毋是要用金钱去做一个互阮做礼拜搁较舒适的场所，乃是当阮每一摆伫遮聚集的时，阮愿意。定心结连，阮甲上帝的关系，对伫家己的信仰态度有搁较深的自我省察，修正阮做礼拜的态度，互阮成做一个跟对主、听主的话、顺服主的教示，时时会晓反省家己的主耶稣的核心。毋是因为礼拜时无安排其他的事，所以就习惯性来坐伫遮的基督教徒。主啊，恳求你，毋管台仔顶的讲员是啥物人，恳求你，互阮伫你的话语中受到养赐、受安慰，对你的照光中醒悟起来。因为独独伫你的话，阮才得到快乐、盼望，甲真正的安息。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圣经节，头一位是约书亚记第10章，咱要对第1节看到14节。约书亚记10章第1节，耶路撒冷王阿多尼西德兄弟约书亚出哀城，一直连伊款待哀城甲伊的王，亲像神
款待耶利哥甲伊的王一样，搁听见基遍徛起的百姓，甲以色列人立合约，徛起伫中间，就真惊，因为基遍是大城，亲像一个京城，比矮城较大，搁城内的人拢是勇士。对安尼，耶路撒冷王阿多尼西德找人去见希伯伦王何罕、亚伯王比兰、拉结王雅菲亚，甲伊基伦王底皮讲，请你上来我遮帮衬我，咱通来去拍基遍，因为伊甲约书亚甲以色列立合约。对安尼，阿摩利人5个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亚伯王、拉结王、以基伦王，大家组织，甲因的军队上去，再赢伫基遍的对面，要攻击我，要攻击伊。基遍人就找人去基甲，会赢见约书亚讲，你毋通求手，毋看你的路步，求你紧紧来遮拯救阮，帮衬阮，因为徛起山地阿摩利人遐的王拢组织来攻击阮。对安尼，约书亚甲伊一切的战士、一切大力的勇士，拢对基甲上去。耶和华甲约书亚讲，无得惊因为我已经将因交伫你的手，因无一人会徛牢伫你的面前。约书亚忽然到因遐，因为因对基甲同年上去。第10节，耶和华互因伫以色列人的面前混乱，就伫基遍害死因真侪，对立因，伫上要互伦的路拍因到阿西加甲马基带，因伫以色列人的面前逃走，伫要互伦落去的时，耶和华对天落大炮，伫因的心上，到阿西加互因死，遐个互炮拍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较侪。当耶和华将阿摩利人交伫以色列人的日，约书亚就甲耶和华讲，也伫以色列人的面前讲：日头啊，你着停伫基遍的顶面；月啊，你着停伫阿加伦的山谷；日头就停伫，月就休伫。幸好百姓报仇伫因的对敌。这个事件毋是写伫阿沙尼的册吗？日头停伫天的中央，无紧紧落去，约有1日的久。14节，以前以后无亲像迄一日，得到耶和华听人的声，是因为耶和华替以色列人交战。另外一位是约书亚记的第11章15节，耶和华命令伊的奴仆摩西下，摩西照安尼命令约书亚，约书亚安尼行，见耶和华所命令摩西的，约书亚无一项袂行。佫一位是23节，安尼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命令摩西一切的话，处迄个全地。约书亚将地分互以色列作业，照因的支派、因的宗族，对安尼迄个地太平无交战。下面是赞美的时间，赞美煞，咱请牧师甲咱勉励，伊要勉励的题目是：你想要过怎样的生活？
今晚大家平安。这几天是咱这个端午节啦吼，讲肉粽节吼。毋知兄弟姊妹食几粒去？我相信伫这个节日中间，嘛有侪兄弟姊妹有外出，要等于到故乡的所在参加团圆啦吼。兄弟姊妹在团圆过程，我相信这是一个真水个好诶生活甲日子吼。特别伫这个5月节啦吼，端午节，咱三甲伫咧咱的故乡，也是讲咱无法度转去故乡，咱就原伫咱徛起的所在，伫遮来过生活。愿主赐福，帮助咱兄弟姊妹，会当伫咱的生活内面得到上帝的眷顾，以及荣耀上帝。开始进行，请咱三甲按头来祈祷。听完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你对年头到年尾，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回应你的听，伫阮的生活内面，感谢上帝，你互阮无欠缺。虽讲有时永远有欠缺的时，总是主你保守满满，帮助阮，相信阮，也祝福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伫幸福的日子，阮时常爱珍惜，也帮助阮兄弟姊妹会当回应你的听。坚固阮的信心，来到主你的面前，阮继续恳求，也继续感恩，也继续有这个心志，将主的福音宣扬，予每一个还未熟悉你的人。主，这是阮的使命，也帮助阮伫世间的日子无过头的困苦，乃是得到上帝你大大的赏赐甲祝福。有困苦的时、艰难的时，求主你坚固阮的信心。保守阮行过迄个死荫的山坡。兄弟姊妹对为伫上帝你的殿院，阮伫遮来敬拜我的主，愿圣神甲阮三甲基地，嘛互牧师开帖上帝你的话，会当互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得到大大的赏赐甲祝福。感恩奉主的圣名，阿门。今仔日要用这个题目，你一生想要过什么款的生活？我先来问这个问题：圣娟，你的一生想要过什么生活？对好，平安快乐，平安快乐，免紧张，免紧张，有想要先讲的无？你一生你想看嘛？咱想看，你一生想要过什么款的生活？你一生想要过什么款的生活？同志。想过爱与服务的生活 ，love and service。love and service， 爱与服务的生活，爱与服务的生活，先努力的。随时与主同在。随时与主同在的生活。你知还有要讲的无？你一生想要过什么款的生活？我看顶多就是看我。过敬畏耶和华的生活。过敬畏耶和华的生活，毋知都有无？这两项。过安稳的生活，因为细汉的时厝里较艰苦。因为细汉的时厝里较艰苦，想要过安稳的生活。好，来，牧师就先到遮啦，毋通阁讲啦，我看有个人比你错。你想看觅，我想看你。这一生想要过什么款的生活？你的一生想要过什么款的生活？你来思考一下，你来想看完一下。有想过啦吼？咱会当一记一记起来记一下吼。今仔日特别是这个5月节的时阵，一年都要过一定一半都要一半今仔日是6月初1啦。咱进入2025年已经过得要一半去啊！你想要过什么款的生活？毋知咱会当倒继续想无？好，透过今仔日约书亚记第10章第1节到14节，以及11节、11章、15节、23节这3段的经节内面，咱会看到伫约书亚记，其实咱若详细看吼，你有注意牧师拢讲即几也是讲真几几，拢讲约书亚记，我想要将约书亚记拢总讲好了，毋是逐章咧讲的，
啊，所以请咱详细甲约书亚记，啊，这嘛是咱进前咧读经的时阵诶，即个经文啦吼，经节吼，一本册吼，一本册，所以真重要。约书亚记诶内面第10章甲12章吼，啊，伫遮13章，大多数拢会感觉，咱若详细看的时阵真枯燥，看无啥有，也是讲真枯燥吼，遐拢咧讲历史、地理历史安尼。哦，啥物倒位拍来拍去，所以咱大概若较知影讲较爱看即个地理，也是讲较爱看历史的人，较有一点仔兴趣。但是，即使咱若对约书亚记整个规个册的即个架构吼，咱来看即个圣经哦，特别是咱看第10章、12章、13章。哦，这3章的圣经其实咱会当看出一个信息，真清楚一个信息。但是吼，咱先对这个军事的观点、军事的观点、军事的观点，咱来看以色列百姓因占领迦南地的迄个过程。哦，以色列的百姓同大兴攻打的是倒2个城，耶利哥城啊，甲什么城？爱城。这2个城是圣经特别有记载，哦，特别有记载。哦，所以这2个城伫咧即个迦南地的，咱若地图放起来看，咱就知影伫迦南地的啥中啊，真特别哦。哦，整个迦南地，哦，有一个小可一点仔像台湾即款的感觉，台湾的中啊安尼吼，迦南地的中，吼，迄个迦南地用中啊的位置，所以一开始以色列百姓的军队将迦南地安怎切做2半，要撇免迦南人的军队吼。南北安怎联合起来？哦，联合起来。所以伫迄个联合的过程，当然这2队若为南北攻打吼，以色列百姓因就安怎就惨。好，煞接因这2个这个城攻打了后，摕落来了后，约书亚因挥军南下吼，对南打败这个南方联盟的这个军队。最后约书亚甲佮北上，伫咧平原的所在，伊遐拍败啥？因有北方的所在军队，因有啥？有战车，有战马哦，北方联军啊，所以这是一个真聪明的联合作战的策略，这是军事咱来看，军事咱来看，过来咱对文学的写法，咱来看约书亚记的记载。从开始几摆的烧台的战役，耶利哥城、爱城，一直甲基遍人，这是真重要。顶边有讲过，甲基遍人入约的这个过程，其实拢用真长的这个篇幅，真长的篇幅，甲迄个作战的这个细节，真有的这个细节记落来。敢若像电影迄个特写镜头共款，强调一寡真关键、真重要。所以第10章就交代南方的这个战略，甲5王的联盟的这个战争。11章的上半段甲北方的战争，战役伫遐来写好了，报道完毕。所以12章是整个迦南地这个战争5年的总结。所以这款文学的写法，作者要表达的信息就是。经过这个艰难、困苦的环境、考验磨练了后，约书亚甲以色列百姓的性命，因已经开始安怎中大成熟的，因开始会晓安怎得胜的关键，会当倚靠上帝啦。迄个得胜的关键就是倚靠上帝，打败一个搁一个搁一个会敌人啦，一个会敌人。所以无有一个对敌会当抵挡这个耶和华的军队。所以约书亚记第11章第15节讲，耶和华怎样吩咐伊的仆人摩西就照安尼吩咐约书亚，约书亚照安尼来行。既然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无有一件安怎无平淡无去行的，这是无简单的。比如讲顶时交代落去下时要做代志，有的人会安怎？我来去变巧一下，我感觉我顶时即个方法无啥好，结果共款我今日中我来变巧一下，
安怎会改变，安怎改变，结果到后来小可一点仔无共。你看约书亚会要我安怎吩咐仆人摩西，摩西照安尼吩咐约书亚，约书亚就安怎照安尼来做，一件一件拢安怎照传承落来，安尼来完成。意思就是照着耶和华上帝所吩咐。在1章23嘛是安尼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一切。抢夺遐个地，全地就按照以色列支派的尊族宗族，将迄个地安怎分互因国中国内面安怎，最后安怎太平了，没有战争了，完全拢无啊。所以这两段的经节就是安怎，就是整个征服了后，迦南地的同重要的两句话，重点就是约书亚甲是摩西的合法的接班人。所以约书亚成功的秘诀，就是在于伊安怎顺服上帝的旨意，顺服上帝的旨意。那意思就是对上帝的顺服，对上帝的顺服。所以对约书亚第10章到12章中间，咱就看到约书亚甲以色列百姓这个军队拄到这个战争比以前搁较困难，进前是以色列百姓一摆对付一个碗。一个会城市，一个会城市，即马是要尝试对付真多的联军啦，而且北方的联军，北方这个军队，毋但是人数，敢若亲像海边的山这尔啊多，而且佫有马，佫有战车，约书亚记11章第45安尼记载，所以表示对敌的人数甲质量甲质，拢赢过以色列百姓。有一点仔是即马咱对话。是朋友，我敢若毋是朋友共款，对方共款，但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线接的这个战争中间，每一遍的战争拢是胜利的，所以伊一直不断的胜利。迄个秘诀就是正前拄则我讲的，约书亚对上帝的顺服是关键中的关键。所以咱对今仔日这段经文主要。大段一段约书亚第10章第1节到14节，咱来学习三块3点。所以拄则要讲到牧师在讲的这个题目顶悬有在讲到你一心想要过什么款的生活？大多数兄弟姊妹咱拢在讲啥？要过平安平顺。我相信这拢是咱意爱安怎顺探上帝的旨意确实。要安怎样拢有其实我若大家拢问差不多啦，我感觉是差不多。我较无听过讲我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得胜的生活，得胜的生活，得胜的生活。亲爱的兄弟姊妹，咱今仔日共同就来思考这件代志好啊。你要安怎样过一生要安怎样过生活？你要安怎样过什么款的生活？得胜的生活，望咱会当做伙伫遮来思考来看。头一点要甲兄弟姊妹分享的，就是用相对的相对的灵来行事为人相对的灵。咱知约书亚会当得到一直不断过这个得胜的生活的秘诀。就是伊用相对的灵、相对的迄个灵来做代志。而约书亚今仔日咱看到第10章第1节，甲咱讲，南方的阿摩利人的联军，就是亚罗撒冷王阿多尼西德伊发起的。所以阿多尼西德伊直接发起要攻打因的攻击的对象，要攻击谁人？基遍人。基遍人。咱知影，伫基遍伫亚罗撒冷的北方，亚罗撒冷的东西南三个方面拢有山谷，无容易攻入去，所以只有北方容易要攻破。所以基遍人其实伊嘛真巧我顶一次有讲过伊甲以色列百姓、以色列人结约所以结约了后，当然其他的国家就会感受到迄个威胁特别是亚罗撒冷的迄个安全，
所以因为其他4个城市，一方面甲耶路撒冷因有真好的贸易的关系，地理位置嘛真近，所以耶路撒冷沦陷落来，线接落来安怎一个一个攻破去，所以因就先发制人。我就先甲你讲，基遍的这个所在，所以一方面要刑罚基遍人，正以色列百姓投降；一方面是望阻止这以色列百姓安怎因南侵落人落来。所以当基遍人互阿摩利这个5个王联名攻击了后，因就安怎赶紧派使者去甲这指责去甲所在这个约书亚求救。因为因进前甲以色列百姓有这个约，但是以色列人其实无有责任去救因帮助基遍人。其实嘛会当讲有这款责任，因为因签约但是其实因的责任是安怎？嘛毋是保护，就是安怎因无互不侵犯，安尼就好啊。所以虽讲因已经有签约以色列人其实嘛会当无有即款的责任，因为因的约的内容就是无要害基遍人，安尼尔。无包含要保护因。所以若想甲想较巧的，虽讲以色列百姓甲基遍人立约会当害因，但是爱互因来管，即使基遍人互即个五王联盟拍败去。安尼，互阿摩利人这个王消灭去，以色列百姓一点仔都无违反因的约，因的约束。上时嘛会当完成上帝吩咐因的嘛，爱安怎所有的迦南地拢爱灭尽，这个命令，但是因为约书亚甲这个领袖无够谨慎，有顶一厝咱有分享过，无够谨慎犯了一个错误，被诈骗集团骗了嘛，所以对基遍人的要求，伫遐讲拜托个啦，甲阮求救。你知影无？约书亚的选择是啥物？第一点就是用上帝的灵来做代志。约书亚选择成做一个信实、正直的人，伊决定要出兵去拯救基遍人，而且是啥？立刻出兵，马上就出兵，无有延迟。虽讲基遍人因为惊吓的原因，用欺骗的手段来骗约书亚，骗以色列百姓。约书亚一时无看到，所以当时因就立这个约。所以真侪当时百姓会批评甲埋怨，而约书亚的心中嘛是真正懊恼真正沮丧。所以面对这阵约书亚感觉受气。挫折的这个基遍人，因做有着危险的时阵，约书亚有幸灾乐祸。你看，时间到，你害你惨啊！无，伊无袖手旁观，无伫遐，伊愿意承担这个无害基遍人，搁较济的责任去保护基遍人的性命。亲爱兄弟姊妹，伫这个时代，敢有这款人啊？已经无啊吧？这款的选择是对世俗的价值观看起来，敢若似乎有一点傻，有一点讲，但是却是上帝感动的。上帝后来用这样鞭炮有无？这个神者甲日月停止的这个神者来协助以色列百姓打败南方的这个国王的联盟，证明上帝肯定约书亚的选择。第一点，要甲兄弟姊妹安尼分享，虽讲基遍人用诡诈、用欺骗的方法对待约书亚，但是约书亚却安怎用守信、用诚实来款待基遍人。安尼的做法叫做第一点，相对的灵来行事来做代志，用相对的灵来行事来做代志，是一个现代差派出去真多宣教的机构。因捌安尼来做过，青年使命团，有一个青年使命团的创办人，叫罗伦康宁汉，伊所教示的属灵精神、得胜的秘诀、得胜的秘诀。圣经甲咱讲，咱并毋是属地血气的精神，乃是甲空中属灵的魔鬼的精神。
以弗所书第6章12节有安尼记载，意思就是，亲爱兄弟姊妹，咱要注意，咱真正会冤仇，毋是人，咱的冤仇，咱的对敌是啥？嘛，毋是咱的配偶吼，毋是咱的爸母、囝儿、顶司、下司、同事，是伫咧因后面迄个兴风作浪的迄个邪灵啊、邪恶的关系。魔鬼吼，咱知影魔鬼上大的目的，就是要破坏人甲人中间的迄个关系，互人好袂合，囝儿的关系无好，同事袂当合作，兄弟姊妹中间会嫌哦。啊，比如讲朝野政党伫遐互相对立，哦，意识瘫痪，哦，正负欺凌，这些拢是对敌看同欢喜看到的现象啦，是毋是？拢是魔鬼同欢喜看到这个现象，所以面对上帝的角度，咱即摆来更加进一步提升一点仔咱的概念，面对上帝的角度，甲撒旦的角度，即款的情节，是即个世界咱需要来面对。咱第一个要明白的真理，就是咱要清楚知影咱真正的对敌，毋是互咱无欢喜受伤害的人啊，毋是迄个人啊，毋是咱的另外一半，毋是咱的爸母，毋是咱的囝儿、同事、哦，政治的领袖，毋是，是因背后迄个啥，迄个邪恶的思想、邪恶的灵伫遐控制掉的关系。所以第二个是咱要安怎样过迄款德性的生活。毋是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啊！吼，毋是以眼还眼，吼，以牙还牙，毋是，是咱爱采取相对的灵来做代志。就敢若亲像约书亚共款，今仔日咱看到的经济，用安怎用真诚实、正直来对抗迄个虚假、迄个欺骗，用招式对抗迄个苦毒、迄个怨恨。安尼咱知吼，这有简单无？用谦卑对抗骄傲，用慷慨施舍对抗贪婪当生，用温柔面对凶恶凶暴，用看无家己，还是讲舍己来对抗自我做中心。因为咱若选择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烧呢害迄个烧呢，以冤仇害迄个冤仇。以白菜害迄个白菜的时阵，这全部拢是撒旦的原则，撒旦的法则。安尼咱就克服伊迄个邪灵控制。所以当咱选择用疼来对待伤害咱的人，用诚实来应答迄个欺骗咱的人，用祝福来对待咒诅咱的人，咱就是运用上帝国度的法则，选择甲上帝站在一边。咱都会看到上帝的关灵会粉碎这个魔鬼的关系。所以咱看圣经的记载，甲人背后迄个邪灵的关系、邪灵的关系，其中一个就是诡诈嘛，欺骗，为着家己的利益，会当出卖盟友哦。所以当约书亚选择用诚实、正直啊、信守迄个承诺哦来对待欺骗人的时阵，哇！真侪粉碎，真侪迦南人背后迄个邪恶势力，煞车伊就带领以色列百姓打败南方的外王的联盟。当咱伫上面的战场顶悬，先赢了后，先开了后，开赢了后，咱伫日常的生活内面，即个战场就安怎，就算啊。看起来虽讲真无简单吼，亲爱兄弟姊妹。你要叫我上，那个我说要叫我去听迄个不可爱的人，哦，要叫我实在是无法度啊。当咱有即款的想法来的时阵，有主怜悯嘛帮助咱来思考，伫迄个十字架顶的耶稣，伊安怎样伫顶死是十字架顶的迄个过程中间。伊无有任何一句讲安怎，无有任何一句，或者定义的人有任何的受伤，有任何的无安全，伊是遐个求上帝安怎赦免伊。亲爱兄弟姊妹，这是一个信仰真悬的眼光，真悬的跨度。确实无简单，但是有主来帮助咱，
咱即马进入迄个宣教的过程吼，差不多教会有一半的兄弟姊妹吼，咱拢咧做所有吼，特别甲毋茫已经特别期待吼，甲一半遐吼，毋茫讲咱会做一个训练了后，吼，咱有实际行动，就是幸福小组，咱伫遮来拍拼，来传福音。吼，后礼拜就有对幸福小组来信主的遮兄弟姊妹，吼，有诶要做信仰个别。有诶要洗礼，吼8月份嘛有，吼8月底，吼嘛阁有兄弟姊妹要洗礼，吼即个时间未符合因选择，吼8月份。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在转变的过程中间，可能愈来会有愈侪兄弟姊妹信主了后，来甲咱的中间咧聚会组织，伊嘛会看咱遮的老会友，亲爱兄弟姊妹。伊嘛会看到咱老会友，每一个兄弟姊妹，咱虽讲信主久久来到上帝殿院，伫遮来敬拜阿老主，就甲亲像拄则规律顶落底讲的祈祷的过程，咱是毋是安怎咧拜道？一礼拜来到一个所在，若会使吼，若时间会使，拢 OK， 咱牧师鼓励兄弟姊妹，咱会使咱就来教会。哦，咱教会行，毋是顺的吼，是行看看，有需要安怎？今仔日教会拜四有上暝咧聚会，我嘛来参加。哦，我嘛来我可能你较少年，咱来斗服侍长辈，哦，咱有幼稚园，哦，幼稚园遮囡仔真古锥，看有啥物款，咱会当斗相共的，哦，咱来逐工来教会看嘛无要紧。哦，特别今即马即站咧整建吼整洁，哦，咱来斗关心，哦，但是毋是出意见吼，来斗关心，哦，需要安怎用地方变少，等等哦，真多，哦，真多，这就是啥？这就是咱开始用相对的灵开始咧做，当有拄着冤家，有拄着怨恨的代志出现的时阵，咱要安怎样吞忍？咱求主互咱有智慧。要安怎样排解，真做啥物和平的使者。好，第二点，咱来看，来，咱做伙来预备来。愿意为成功付出代价。这点我相信兄弟姊妹应该拢真阿门啦吼。愿意为成功付出代价，一个人的成功需要付出代价无？道理咱知，有时会当一直不断过得胜的生活吼。我咧讲的，你要过什么款的生活？这世人咱拢爱过得胜的生活。吼，拄则所讲的，用相对的灵来行，行事为人，愿意为成功来付出代价。无人想要失败，对不对？咱拢想要成功，但是迄个成功毋是干那坐伫咧遐祈祷就好啊，爱有行动，爱付出代价。咱传福音爱付出代价无？嘛爱付出代价。所以约书亚会当一直不断咧过这个得胜的生活秘诀。第二秘诀就是伊愿意为着成功付出代价。咱来看约书亚要安怎样打败我王的这个联盟。约书亚伫第10章90到10节的所在有记载，约书亚就安怎透明对这个结界去哩突然临到伊的迄个所在，也我互因伫以色列面前安怎乱去啊！所以约书亚伫咧支边大的即个甲因安怎拍败去，对着因伫咧即个河伦的即个上坡像即个路顶的即个路在路途中间来安怎甲因击杀甲因杀，一直到啥亚西加甲马基拜。所以用军事的用语、军事的用语来讲，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的军队，咱讲这叫做急行军。有做过兵的兄弟还是姊妹，咱有知急行军是啥？急行军透暝直行，甚至爱小跑步。我伫做兵的时阵就捌安尼，暗时真正暗时急行军，全副武装直行，训练。经过无啊步嘛是直行。所以这是急行军，所以而且是啥？暗时夜行军，所以连夜
对结界的所在赶到基变的所在，结界的所在赶基变的所在发动奇袭。所以对这个五王开始透早就开始进攻，所以地搞这五王的军队溃不成军节节败退。所以以色列军队继续伫遐开赢围场，直到消灭所有对敌为止。结界甲基变差不多有25里路的远。约书亚带领以色列军队围暗伫遐夜行军到战场，其实是真辛苦的一件事。急行军遮尔远的距离，无有休困，马上甲对敌相杀。打败对敌了后，嘛无休困都继续追逐迄个对敌人。借着上帝的吩咐，消灭所有的对敌。约书亚祈祷，互迄天比平常时搁较长。如果我是当时以色列遐一份子我敢若会当用3个字来形容忝死真正忝死。所以对约书亚带领以色列军队打败南方的五王的联盟的这个过程，咱就看到胜利的成功是爱安怎付出代价。咱知影美国总统罗斯福讲过这款话：历史顶悬从来无有一个人悠闲的过日子，会当永垂历史册上面。安尼知历史顶悬无有一个人会当悠闲的过日子。写伫个历史的册顶悬，所以咱只要，咱可能想讲我偶尔成功安尼就好，偶尔胜利安尼就好，的确会当借着咱小聪明，也是运气较好。现在兄弟姊妹，其实咱若是要一直不断在过得胜的生活，你一直不断要过得胜的生活，要真时常成功。安尼必须要付出真辛苦的代价。我相信这伫任何的领域共款，拢是共款的原则。做业务的必须要真温困拜访客户，甲有好的业绩。成出一个学生，你必须要真打拼读册，有好的成绩。成出一个基督徒，你必须要努力打拼分读什么圣经，安怎时常祈祷。才会当清楚知影上帝的旨意是啥物，才会当经历上帝的大伟大。救恩虽讲是白白得到的，无有条件就会当得到的，但是因为主耶稣为咱付出极重的代价，就是伊家己性命的代价，咱才会当得到宝贵永远我的性命。付出代价，你愿意无？亲爱兄弟姊妹。约翰加里文是16世纪改教运动真重要一个领袖。2009年的时阵是约翰加里文出世500年的纪念。咱知影加里文毋但带予迄个时代的教会甲社会真大的祝福，一直到今仔日伊当年迄个努力打拼的成果，有缘互今仔日的教会甲社会有极大的影响。所以加里文会当对全世界发挥这么大的影响，这甲伊的温群、努力打拼，甲伊愿意付出代价有真密切的关系。你知影无？当时加里文伫日内瓦的这个圣彼得教堂担任主任牧师的时阵，伊每一个主日负责讲2场的讲道，通常讲新约这个下晡啦，顶晡讲新约，下晡讲诗篇。每隔一周，每一天早上清晨6点，冬天是7点，伫迄个所在，伊讲道用这个讲道区约较济，每一遍讲道的时间约1点钟，平均一年讲道170摆，所以这款的数量实在是相当惊人啦，所以加里文已经努力打拼做圣经每一卷册的注解。伫咧154岁过身的进程里，已经完成40几卷书的注释。
其中大部分伫咧伊过身进前，差不多10年进前，来完成。为什么？因为安怎？伊这后来的10年，就是伊真侪疾病缠身了所以加里文伊真殷勤伫遐工作，超过因本只健康所会当负荷的。所以伫咧伊看病的时阵，伊袂当家己行步去到外口下礼拜堂，伊需要人用轮椅椅仔举去遐来讲道。医生禁止伊伫咧寒的所在外出，所以伊就甲卧室的所在，伊所在当作是教室教室。所以伫咧世间最后的时刻，伊讲完马拉基马拉基册的时阵，有人考劝伊讲，你会当休困一下。伊讲啥物啊？你愿意主来的时阵，发现我阴影平淡吗？即句话就感动我。诚做我的信用反省，可能诚做兄弟姊妹的信用反省。啥物啊？你愿意主来的时阵，发现我是平平淡嘛？所以家里文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是付出极大的努力代价来换来。亲爱兄弟姊妹，咱伫生活内面千万唔通埋怨人讲，阮兜的人为虾米拢无人信主？别人的家为虾米一个咧信主啊？上帝无公平啊！上帝偏心啦！我来看遐个人咱来看遐个人为着厝内面的人，因要信主有付出偌尔啊侪代祷，偌尔啊侪关怀，偌尔啊侪看无家己的迄款的代价。毋通埋怨我的囡仔为虾米有即个问题，有迄个问题。迄个兄弟、迄个姊妹的囡仔，哪会遮懂事？哪会遮逐方面拢有真好的发展。咱来看遐个兄弟姊妹，每一工用偌济时间陪伴囡仔，看因去参加亲子讲座，还是妈妈读书会、兄弟读书会，搁较重要的是因付出偌济代价去调整家己的行为，用身教为着囡仔伫遐来做好的模样。现在兄弟姊妹任何一项真久、真持久的即个成功，真持久的成功，背后拢是付出真大的代价来换来。最后一点，第3点，要甲兄弟姊妹来做阵来分享的，就是咱做伙咧，预备来。靠着稳定赢过受敌对敌受敌。所以，约书亚会当一直不断靠着得胜的生活的这个秘诀，最后一点就是靠着稳定赢过对敌、受敌来处敌对敌，因为愿意为着成功来付出代价了后，就必须爱靠着稳定赢过迄个关系对敌。这2点伫基督徒生活真爱设计，咱来维持迄个平衡。约书亚甲以色列军队付出极辛苦的代价去突破追杀迄个魔王的联盟，一直到因全部拢歼灭，这一切功劳全部拢是属于约书亚甲以色列百姓的军队吗？毋是啦约书亚伫第10章第10节甲咱讲，耶和华互因伫以色列人面前安怎溃乱去啊？第11节讲，耶和华对天人降什么冰雹伫咧因的身上。一直降到啥阿西加拍死因，冰雹拍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刣死安怎？搁较济。伊早课啦，中东的冰雹咧落的时阵风大会当甲一磅，一磅可能遮尔大了，遮尔大片。数量若多的时阵的确会互人会。地到死，所以当时上帝伫埃及降下迄个10灾的中间，第7灾嘛是嘛下迄个冰雹，冰雹。迄个时阵真着真死互拍死。不过遮讲的重点，互冰雹拍死的人比以色列的人用刀刣死安怎？搁较济。上帝亲自用以色列为着以色列伫遐来征战。上帝稳定会作为大过人尽心尽力，会当得到迄个成果。所以，亲爱兄弟姊妹，面对魔鬼、世界、肉体这个3合1的对敌
咱用尽咱的心力伫遐去烧台去征战，咱拢真对逐工过得胜的生活。特别是咱面对咱的肉体的需要，因为罗马书第7章18节有讲过，因为安怎立志行做好安怎由得我，只是我行出来安怎由不得我。罗马书第7章24节有讲到，写到最后，使徒保罗写一句吐气的话讲：我真正是安怎苦啊！我真正是苦啊！谁人会当救我脱离这个处死的身躯啊？这说不定是在生病的时候才会比较多这种感受。你日常生活的时阵，这可能歹拄着极端的困难的时阵，你顺顺啊，拢是感谢上帝对。啊，若无顺的时阵，有可能亲像使徒保罗安尼感谢，这个我真正是苦啊！谁人会当救我脱离这个要处死的身躯啊？24节安尼讲，但是安怎？伊伫25节的时阵，伊讲感谢上帝。靠着我的主耶稣基督，就会当安怎脱离啊？24节的时阵是遮尔艰苦，但是安怎伊体会经验着安怎主甲伊三角地地过得胜的生活。面对咱家己生命当真侪的问题，比如讲贫惰啦、歹的脾气啦、骄傲啦、完美主义啦、贪婪啦、虚假啦。咱定就伫遐拢吃足了苦头，常常甲日子无偌久了后，我搁犯啊，无偌久搁重蹈覆辙。咱讲屡战屡败。亲爱兄弟姊妹，只有我靠信心的大配咱来通赢过肉体的关系。确实有影，亲爱兄弟姊妹，愿主来帮助咱，赐福咱。马丁路德是16世纪宗教改革的另外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路德原本是天主教的神父，伊非常尽心尽力追求过圣洁的生活。伊常常伊的属灵的老师教诫同伊讲，几若点钟了后，伊才行出去教诫室，佫想起讲家己佫有无真多，佫转来找伊的心灵老师伫遐来教诫。所以伊的属灵的老师甲马丁路德讲，爱放轻松，毋通遐紧张，毋通焦虑，只要爱上帝就好。我怕是路德听了佫较生气，伊应答讲：“我就是没有办法爱上帝了，我恨他。”后来一直路德读到罗马人书的时阵，圣神开拓伊的心，互伊真清楚知影蒙恩是安怎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哇！伊忽然间得到大自由甲头放。伊开始靠这个瓦克稳定来过生活。譬如讲，伊逐工祈祷1点钟，但是即使伊有迄天真正无闲的时阵，有特别的事项，伊就要祈祷到3点钟遮尔久，遐袂早。因为路德若无若无有遐尼长的时间来祈祷，提出这个上帝的恩典，伊无法度应付遮尔多的代志。完成遮尔多的工课，毋是因为伊要服侍啊，伊要做即个真多的事工啊。伊讲我今仔日祈祷半点钟就好，毋是，伊是安怎更加增加迄个祈祷的时间。亲爱兄弟姊妹，求主帮助咱会晓学习相对的灵用相对的灵来行事，嘛保持努力打拼，付出代价。甲啥物？我靠上帝恩典来过生活。伫即个平衡的过程中间，咱就会当得到安怎得胜的生活。你愿意过什么款的生活？一世人，亲爱的姊妹，你这一生想要过什么款的生活？我毋知透过今仔日牧师的分享了后，咱是毋是会当进一步搁较深入来思考？咱真慢会当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3点，你若愿意紧抄起来，思考等于思考，透过这段经文来看一些百姓因安怎伫这个征战的过程中间，着上帝大大的享受甲祝福，愿意完全顺服主、跟对主，这是无简单的一件事。但是咱愿意付出代价，愿意靠着上帝恩典。愿意用相对的灵伫遐来行事为人，我相信
不远啊，咱咧过一个这个德性的生活就不远了。愿主赐福帮助咱，请咱大家头来祈祷。向阮的主上帝，由你假使阮有关属灵精进的真理，互阮会当明白，阮的精进主要的对象毋是属于血气的人，乃是背后本重要的捆绑合制因的这个黑暗的关系，帮助阮会当知影要安怎用相对的灵来行事为人，用诚实正直来对抗迄个虚假的欺骗。用饶舌来对抗迄个苦毒的怨恨，用谦卑来对抗迄个骄傲，用慷慨来赢过迄个贪婪、当生，用温柔来面对迄个凶恶，用看无家己来对抗家己心内面迄个自我做重视，会当互阮来经验着你奇妙的同在，看见你荣耀的作为伫阮的身躯顶悬来展现出来。主啊，阮感谢你的恩典满满，赐福阮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姊妹。虽讲今仔日的时间有小可长，但是互阮真正会当安心、耐心、有信心来好好思考，伫这一生的中间，要安怎过得胜的生活。主啊，求你搁一遍赏赐你的灵力开来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将一切荣耀归到你。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所有来宾，信息470首，是伫个顶他所受定是请咱这边来宾接受。
无师傅有要补充再讲一遍。咱来看一步的部分吼。下礼拜是分开的圣餐礼拜，下礼拜有圣餐，嘛有人洗礼，毋过是大华礼分开无连下礼拜吼。咱大礼的时间依然是9点半吼。下礼拜服侍同家请咱家己来注来看。本会消息，今仔日下晡1点要召开定期的中执会，请中执同工来出席。第2项就是咱的教会所申请大新的新学生吼，史肯恩同学，伊差不多拢伫华语堂较济吼，伊也拢伫规华青少年拜六暗时所以伊已经结束伊的实习，伫咱教会实习。咱伫华语堂的时阵，伊会徛讲台讲道，教会一寡事务要甲伊翻送安尼吼，这边嘛报互大家知影。然后第3点已经报几啊礼拜吼，咱伫协会吼有要伫7月22号到26号举办品格夏令营吼，这是无断的日归营，就是囡仔逐工来，逐工转去安尼吼，欢迎咱朋友，也是讲恁熟悉亲戚朋友吼，拢会使吼来报名，是国小的学生吼，欢迎报名来参加。第4点我拄仔有报告过吼，下礼拜是圣礼节，有人洗礼吼，毋过无连下礼拜吼，同款的时间吼。然后第5点吼，嘛报足侪遍吼，请咱大家咱要伫7月6号7月初6吼，迄天要连下礼拜，要做第1届运动训练的毕业典礼，迄天是联合举办。然后搁过来就是第2届的运动门训吼，运动训练营已经开始要报名，然后要直接伫7月份开始一年的迄个时间吼，请咱大家注意来参加。若要报名来恁团体小组的小组长，还是我本人拢会使，牧师拢会使来报名吼。然后第6点吼，就是全教会的会员会吼，伫8月17号迄天是联合礼拜。联合礼拜就是咱请讲员吼，叶启雄牧师吼，伊来讲道，伊就是变伫咱的联合礼拜礼拜时间做讲道，然后是陪领报道，刷以后佫直接佫继续拢总有内容吼，请咱把这个时间空出来吼，做伙来参加。第7点吼是，其实报足侪遍吼，就是讲自从咱起来3楼做礼拜了后，咱就拜托兄弟讲，咱的车吼，甲停伫迄个画的格子内底，总是咱的车位真少嘛，无遐尼济的车位嘛，所以就变讲有的兄弟就将恁的车停伫这个车道上，迄嘛无要紧啦。不过咱做完礼拜紧刷车，因为有第2场礼拜，咱若无刷走，后壁第2个礼拜拢伫外口门口路遐进不来，所以我嘛有大家吼较紧的，就是讲做完礼拜紧甲车刷走，刷到了就位置离路即个门紧出去安尼，互咱的动线会当较顺遂吼。即点要甲大家拜托吼。另外，关怀大道有伫厝的疗养的住院的吼，这拢不忙咱大家。第3点吼，咱拢伫遮做礼拜做啊足舒适，咱拢毋知影讲咱去3楼精修甲1楼精修有很大的资金的缺口。咱想法去会出来，幼稚园几10年来，咱所的营运吼，拢刷伫建筑基金嘛，就是讲无刷伫咱的平常费啊，大家家庭啊拢无。30-40年的幼稚园，咱就是甲遐建筑基金来起礼拜来，还有缺口。所以，我嘛大家毋是讲就坐一只足舒服的，好高兴吼。起厝嘛无我的代志，结婚无我的代志，有好家人去创就好，毋是咱大家一定吼一起来做这个关心的事情。这边要甲大家小拜托一下，咱过几载了会请迄个整修小组，将咱的迄个咱1楼拢精修刷以后，会跟大家一个报告，就我们一共花了多少钱，会有奉献多少钱。幼稚园的建筑基金有多少钱？我们还有多少钱的缺口？那这个缺口怎么办？只好从经常费去补啊。咱大家吼去补嘛，无这个不是凭空掉下来的。所以我说都要讲到讲，咱要成功无？
爱有行动嘛，就是这个意思吼。好，然后其他的部分咱家己来看啊，奉献的部分也是有重大的部分吼，则咱的过节同工，也是为迄个对迄个过节，对咱的干事预留吼，干事要去经济安尼。啊，咱来读今仔日的经文吼，罗马人书第7章25节，咱来读一遍就好吼。原来感谢上帝是对咱的主耶稣基督，安尼我本心用心志顺服上帝的法，应用顺服罪恶的法。咱来上人刷。上面510首上面刷，咱请律师来做结果，吼，咱请去。性情的相通，甲咱每组兄弟姊妹三甲一地，对七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像咱用地岛来刷咱。伫咱的琴声刷了后，咱才开始交会，吼，才离开座位，咱即马安静吼。来，请咱来行平安礼。